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歡迎嚟到人民往事。如果問你喺香港電視嘅黃金年代裏面，邊一個笑聲最能代表香港人嘅樂觀精神？大家腦海裏面浮現嘅一定係嗰個留住貓頭鷹髮型、戴住黑框眼鏡、被全香港親切稱為肥姐嘅殿堂級巨星沈殿霞。喺無數老友記嘅記憶裏面，每逢星期五晚打開電視睇《歡樂今宵》，只要一聽到肥姐嗰種開懷、穿透力極強嘅笑聲，一星期嘅工作辛勞好似頓時消失晒。佢係香港娛樂圈嘅鎮台之寶，亦係大家心中永遠嘅開心果。但你可能好難想象，呢位將一世歡笑都送俾觀眾嘅傳奇女性，自己嘅人生答卷卻寫滿咗淚水同考驗。佢經歷過轟動全港嘅感情背叛，喺40歲高齡冒住生命危險生下個女，成為單親媽媽之後，更係一個人喺名利場裏面頂硬上。特別係佢生命嘅最後幾年，面對癌症病魔嘅折磨，佢無向命運低頭，反而用盡最後一絲力氣，企喺舞台上面，為個女鋪好一條最體面、最安全嘅後路。肥姐用自己嘅一生話俾所有人聽，真正嘅強大唔係一帆風順，而係就算生活再苦，你依然有能力笑住去面對。今日就讓我哋用最真摯、最體面嘅情感，一齊嚟拆解沈殿霞呢一段用笑聲掩蓋淚水，活得最仗義、最令人動容嘅慈母傳奇。肥姐沈殿霞出身喺上海嘅一個富裕家庭，13歲嗰年跟隨家人嚟到香港，當時正值香港電影嘅發展期。年幼嘅肥姐憑住圓滾滾、非常討喜嘅形象，考入咗邵氏電影公司做童星，正式入行。雖然外表唔係當時主流嘅纖瘦美女，但肥姐天生有一種極強嘅親和力同幽默感。到咗1967年無線電視開台，肥姐獲邀加入綜藝節目《歡樂今宵》，開啟咗佢主持生涯嘅黃金時代。喺《歡樂今宵》呢個長壽節目裏面，肥姐一做就係幾十年。當時嘅節目全部係現場直播，冇得剪接，冇得重來，極之考驗主持嘅臨場反應同功力。肥姐唔單止記台詞極快，更加每次遇到突發狀況都能夠化險為夷。有一次佢喺直播表演摔跤項目，一落場就連人帶鞋摔倒喺地。但佢冇絲毫慌亂，反而順勢做咗個搞笑動作，引得全場大笑。呢一種極致嘅敬業同專業，令佢迅速成為台前幕後所有人最信賴嘅鎮台之寶。除了主持之外，肥姐仲組過銀色鼠隊，同張聰、謝賢、陳志強、陳長林、鄧光榮同沈殿霞結拜成七兄妹。喺嗰個講求人情味同江湖道義嘅年代，肥姐性格豪爽，重情重義，無論邊個朋友遇到困難，佢總係第一個站出來幫手。正正係呢種真誠同仗義，令佢喺名利場裏面贏得咗所有人嘅尊重，牛成咗全香港娛樂圈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敬嘅肥姐。雖然肥姐喺事業上呼風喚雨，但喺感情世界裏面，佢卻愛得極之卑微。當年佢同風流倜儻嘅大俠鄭少秋相戀，身邊所有人都極力反對，認為兩個人無論喺外形定性格上都唔襯。但肥姐一旦愛上就全情投入，甚至利用自己嘅人脈同資源，全力扶持鄭少秋嘅事業，幫佢爭取到無數男主角嘅機會。兩個人經歷咗10幾年嘅愛情長跑，最終喺加拿大註冊結婚。婚後為咗挽留呢段已經出現裂痕嘅婚姻，當時已經年近40，患有嚴重高血壓同糖尿病嘅肥姐，決定冒住生命危險去人工受孕。40歲嗰年，佢喺醫生嘅嚴密監控下，冒死生下咗個女鄭欣宜。但令人心碎嘅係，個女出世冇耐，呢段婚姻依然走到咗盡頭。面對感情嘅背叛，肥姐冇喺傳媒面前自怨自艾、大吵大鬧。相反，佢選擇咗體面咁放手，獨自帶住只有幾個月大嘅欣宜返回香港。從嗰一刻開始，呢位舞台上嘅開心果變成咗一個堅韌無比嘅單親媽媽，一個人要撐起一頭家，一邊要日夜顛倒咁喺電視台開工銀，一邊要將全部嘅愛都灌注喺個女身上。為咗唔讓欣宜覺得自己比別人缺少溫暖，肥姐對個女可謂係無微不至，甚至連欣宜長大後要入行唱歌，肥姐都親自喺背後為佢打點一切。佢用自己寬闊嘅肩膀，為個女隔絕咗外面世界所有嘅風風雨雨，將一個女人最深沉嘅傲骨，全部化作了對個女最偉大嘅母愛。到咗2006年，命運俾咗呢位開心果最殘酷嘅考驗，肥姐被查出患上嚴重嘅膽管癌同肝癌。面對病魔無情嘅折磨，佢歷經咗多次大手術同痛苦嘅化療，身體迅速消瘦。但佢喺人前依然保持住嗰招牌式嘅笑聲，唔願意將悲傷同脆弱展示俾觀眾睇。而喺佢心裏面最放唔低嘅，依然係佢最疼愛嘅個女欣宜。2007年11月，無線電視台慶頒獎典禮，重病嘅肥姐獲頒萬千星輝演藝大獎。
當時嘅佢已經病入膏肓，極度虛弱，但為咗幫剛入行嘅個女鋪路，佢硬係憑住驚人嘅意志力，穿上華麗嘅衣服，化好妝，坐住輪椅親自出席。當佢被推上舞台嘅嗰一刻，全場幾百位巨星同行全體起立，掌聲久久不息。喺台上，肥姐接過獎座，用沙啞卻無比堅定嘅聲音講出心聲。而更令人動容嘅係，佢喺萬千觀眾面前，將個女託付俾生前嘅一班老友，拜託大家日後繼續支持欣兒。呢一位偉大嘅母親係喺用自己生命最後嘅餘溫，為個女喺娛樂圈築起一道最堅固嘅保護牆。佢唔單止留低咗千萬元嘅信託基金，教導個女要自力更生，更加喺生命嘅盡頭展現咗一個女人最高貴、最震撼人心嘅母愛傲骨。2008年2月19號，肥姐沈殿霞離我哋而去，終年62歲。全香港市民就好似失去咗一個相識多年嘅老朋友，一個至親嘅家人一樣，無不感到深切嘅悲痛。但正如肥姐一生帶俾我哋嘅信念一樣，佢雖然離開咗，但佢嗰種穿透時空嘅招牌笑聲，同埋嗰份遇到困難硬着頭皮頂上去嘅堅韌，將會永遠留喺全港市民嘅心裏面。肥姐用自己大半生嘅奉獻，話俾所有人聽咩先至係真正嘅香港精神，嗰種喺台上永遠把最好嘅一面留俾觀眾嘅敬業，喺朋友有難時毫不猶豫挺身而出嘅仗義，同埋喺命運風浪面前為個女遮風擋雨嘅慈母大智慧，先至係佢留俾呢座城市最寶貴嘅財產。佢永遠係我哋心中嗰個不可替代、最溫暖嘅香港開心果。今日肥姐沈殿霞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。睇完整個故事，你最難忘嘅係佢喺歡樂今宵裏面帶俾我哋嘅歡聲笑語，定係佢晚年喺重病之中依然為女兒堅強鋪路嘅慈母傲骨呢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對肥姐嘅懷念同回憶。喜歡我哋分享嘅香港舊時回憶，記得幫忙點個讚、訂閱《人民往事》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期再見。